好，打開 Amy 啦，咁我哋定期都會有唔同嘅分享啦，想同大家喺分享當中咧，去一齊去彼此學習點樣喺創業啦、喺人生啦，可以經歷8倍嘅不一樣，係啦。咁我今日想分享咧，就係我自己喺唔同嘅創業階段，係啦，同埋每一個階段咧有嘅樽頸，同埋呢啲階段咧會有咩好處同埋唔好處。咁希望啦，當你喺創業當中啦，你由零開始創業嘅，慢慢都可能行緊我同一條路，喺唔同階段遇到樽頸，都俾到你有啲啟發啦，係啦。咁當初我自己第一個創業咧嘅階段咧，我哋都係做一啲服務性質嘅嘢。咁簡單嚟講，都可能唔係叫創業啊，可能叫做揾份工俾自己做，但係自己請自己，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當時我哋第一個嘅生意咧，就係做一啲歷奇嘅培訓嘅。咁即係簡單嚟講，就帶啲學生去行山啊，去做一啲嘅歷奇體驗嘅訓練啦，去俾佢感受一啲經歷，而係當中咧有生命嘅體驗去成長嘅一啲活動，係啦。咁哇，回想翻起都廿年都有啦呢樣嘢。咁喺咁個階段咧，最好嘅就係咧冇乜開檔嘅成本嘅啊，因為講緊其實買器材啊各方面嘅成本都有限嘅。咁最主要就係要求有人嘅專業啦。係啦，咁呢個第一個階段嘅創業個好處就啱啱講啦，成本低啦。我唔需要去投資啲乜嘢。咁當我去接 job 嗰陣時咧，可能我要預備嘅就係租場地，我要租一啲我哋講緊酒店啊，或者一啲地方啊、交通啊各方面嘅安排。咁但係呢啲嘢永遠都係你有生意，你先會支出嘅成本。咁所以咧，呢一種嘅生意模式咧，最正就係咩咧？我唔需要有前期嘅資金去投入。咁呢個係好好嘅，所以當大家第一個階段嘅創業咧，我都好鼓勵大家用呢種叫做self-employed 或者叫專業創業啦去開始係啦，因為相對嚟講你嗰個壓力冇咁大啦，你唔需要養人，亦唔需要有固定好貴嘅租金。咁呢個第一個階段，咁但係呢個階段去到一個好快嘅樽頸就係，因為係一個好專業嘅運作啦。其實唔單止我哋可能帶呢啲活動嘅，可能講緊有啲朋友佢係做緊拍攝啊、創作，可能都係類似嘅。好快你會發現客人咧，佢係中意你嘅時間咧，一日都24小時嘅啫，你槓桿唔到啊！你好難將你嘅時間咧去槓桿到。咁呢客人覺得冇你喺度咧，佢就覺得個活動咧就冇咁精彩啦。點都不斷咧係要揾你。咁成個嘅生意嘅 scale 啊，或者個模式咧，就會因為時間或者你本身自己嘅限制咧，而係冇得再發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呢種形式生意咧最大嘅難處或者最大嘅困局，就係好難去自動去運作，好難去槓桿到我哋叫做咩其他人嘅時間啊，或者亦都好難咧去講緊係一啲我哋叫 B to B 嘅合作，即係話咧你好多嘅合作嘅夥伴去幫你揾生意嘅。OK， 咁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啦。咁所以當我第一個階段嘅生意，我就發現咗呢個狀態咧，我就開始去諗啦，去轉型啦。有冇機會揾到一啲生意嘅模式，佢係可以更加自動化運作，可以去將我自己複製到，或者可以複製出去發展到嘅咧？咁呢個係一個思考嘅諗法。咁所以諗呢樣嘢咧，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咁好感恩啦，我自己讀嘅專業都係我哋 IT 相關嘅。咁開始我哋就會接觸到喺原來去發展軟件，去幫人做軟件，咁呢啲就有機會唔同咗咯喎。咁因為我哋寫完個軟件之後，我可以賣100套，可以賣1萬套，可以賣1000套啊嘛，係好理想啊！當時真係咁諗嘅。咁當我讀master 嗰陣時咧，就好感恩又遇到我一啲新嘅 partner 啊。咁佢哋喺軟件嘅發展上面咧好叻嘅。咁我哋就一齊咧就開始咧就會由軟件創造一個嘅專業嘅核心，咁就會幫人哋去寫網站啦，接一啲比較複雜嘅系統，我哋都係會做嘅。咁但係又好快面對一個核心嘅樽頸或者核心嘅位係咩咧？就係發現咧，我哋以為咧寫出嚟嗰樣嘢係可以吸好多套，咁發現原來唔得嘅。咁再加上對市場嘅唔了解啦，開始咧就面對一個第一個挑戰啦，就係原來做軟件嘅行業咧，你前期你套系統未成熟咧，或者你未掌握到客人需要咧，我哋要揼好多資源咧去做開發嘅。咁好直接分享啦，我哋嗰陣時我哋早期都投資
要將自己嘅物業賣咗去啦，跟住亦都要將自己每個月嗰陣時冇錢啊嘛，公司咁我咪去教書咯。咁佢將每個月教書去喺學校喺學院度賺翻嚟嘅人工咧，超過一半咧都係放翻落去公司去請同事去做一啲系統嘅開發嘅。嗱，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唔簡單嘅投資啦。咁但係 anyway， 俾你捱過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嘅好開心嘅點子啦。就係好似啱啱我同大家分享嘅軟件嘅優勢就係乜嘢啊？就可以一個個將呢樣嘢可以複製出去。咁所以我哋好感恩啦，我哋可以接到一啲海外嘅客戶啦，香港啦。咁有啲客戶佢有好多零售點嘅，我哋係做零售同埋一啲批發嘅軟件啦，就可以複製啦。咁就可以賣我哋叫做呢個軟件嘅 license， 即係話俾你用就收你幾多版權費嗰種嘅概念。其實做創作好多都係呢啲。咁但係咧，去到再發展到下一階段咧，咁我哋自己都睇到嘅嗰陣時咧，如果可以做得好啲嘅咧，我哋應該就從我哋直接同客戶合作嘅項目咧，應該再做多啲我哋叫 B2B， 就係同一啲我哋叫 dealer 啦，或者叫做一啲幫我哋賣我哋套軟件嘅合作伙伴去發展。咁樣我相信咧就會槓桿得更加理想，因為我哋自己軟件嘅生意之後咧，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就開始就體會到呢樣嘢啦。因為我哋自己最大嘅爆發啦，就去到第三個階段嘅生意模式。咁呢個模式咧就倒翻轉啦，我哋靠嘅咧就唔係做好多自己直接認識嘅客人，就係靠好多我哋合作嘅 partners 啦，大家互相去介紹客人啦，喺成個嘅產業上面又會不斷去研究有啲咩新嘅模式啦。嗱，咁樣咧，我會發現咧成個世界就好唔同啦。第一個客戶嘅數量大好多，第二個咧客戶咧佢對我哋嘅 partner 嘅信任一定多過我噶嘛。因為好多時啲 partner 同佢哋嘅合作可能已經唔係講緊今年嘅事，可能已經合咗10年。咁我哋一同佢去拍埋，由 partner 去介紹客人一齊做，咁已經解決咗我哋最難解決所有生意或者人與人之間最難嘅就係嗰份嘅信任同埋嗰份嘅互相嘅一個嘅差異啦。咁信任嘅價值其實好高嘅。咁以前你做 B2C 直接揾客咧，你就花好多資金咧，或者好多時間要建立呢份信任。但係做 B2B 嘅合作咧，咁就爭好遠啦。咁但係 B2B 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你要諗得通嘅，就係你喺嗰個資源賺到嗰嚿錢，你點樣同人哋分，同埋讓同你合作嘅 partner 咧，佢分到嘅資源或者分到嘅錢咧，佢自己計完數咧就發現仲多過你。你要做嘅嘢，你要付出嘅仲多過佢。咁樣呢種我哋叫做預咗俾人哋覺得我哋係蝕底，人哋係賺到錢，呢種感受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咁樣佢先至會長遠咧，去大家覺得係互相 support 緊嘅。咁所以呢個感受都唔容易，或者都好難掌握。咁但係簡單啲啦，如果你有陣時你同 partner 合作，你發現啊，呢件事係佢賺得多我喎，咁就啱啦。咁你咁樣呢個計劃咧就可以發得大，或者可以發展得長遠啦。但係去到任何 moment，你好開心，哇正啊呢件嘢，我賺得多過佢。你一有呢種嘅感覺咧，其實你已經喺自己入面咧都明㗎啦。其實個客咧或者個 partner 咧唔係咁着數，唔係咁抵嘅。咁你好快你會知道咧，其實呢一種嘅合作咧係未必可以爆發得好耐，同埋可以發展得好遠嘅。咁所以當我哋有呢種思維模式啦，你就會可以睇到啦。好多時我自己咧就會經歷過3個唔同模式嘅階段嘅發展，由自己請自己啦，由做一件產品出嚟去賣一件產品，去到第3個階段啦。就係做一啲產品服務出嚟，唔係自己賣嘅，係同一大紮嘅 partner 伙伴去賣。咁呢3種模式咧，喺成個嘅理念同埋優勢或者困難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好開心啦！嚟緊我哋都會喺我哋有啲嘅政府贊助嘅課程。咁啊政府就有客人啦，或者我哋合作伙伴就邀請我做導師。咁啊最主要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過去一段時間唔同創業嘅一啲經歷同埋一啲故事。咁我自己最花時間心思去進入過嘅行業有軟件嘅行業啦，有做我哋啱啱講啦，做培訓嘅行業啦。咁比較新啲嘅喺電商嘅經營啦，喺網上推廣經營啦。喺日本我哋海外我哋自己都會有經驗點樣去發展一啲旅館啊民宿嘅行業。咁個範圍都幾闊嚇，都幾開心嚇，人生都有好多機會可以去唔同嘅體驗。
咁所以好想嚟緊我哋呢一個有政府資助嘅CF 啦，我哋叫持續進修基金嘅課程。咁我被邀請到導師，都希望透過呢個課程呢，唔係嗰種純粹係紙上談兵嘅，因為我發現太多呢啲創業班或者學校搞講創業啊，其實老師或者教人呢，根本佢自己都未試過未舐過嘢啦，直接啲講。咁好坦白，我試過舐過好多唔同嘅嘢，做生意試過輸過好多唔同嘅錢。咁一步一步呢，可以喺一啲唔同嘅朋友支持啦，或者喺身邊嘅成長之下呢，又俾我捱得過每一個階段。咁啊，去到呢刻又可以好有信心同你講我嚟緊嘅教學嘅分享呢，就會講我自己點樣做，同埋做過啲乜嘢，有啲咩 work， 有啲咩唔 work， 有啲咩千祈唔可以做，有啲乜嘢呢可以做多啲。OK， 咁希望呢個可以幫你喺個課程呢，可以免卻到或者攞到大約20年嘅創業經驗啦。咁呢個香港我發現好少嘅，因為我自己當時創業都嘗試諗下有冇啲咩創業班可以去睇啊。咁大部分睇翻嚟嘅都會發現好多理論，好多一啲我知但我做唔到嘅嘢。咁再加上香港嘅環境同文化，咁我哋都想一啲最 update 創業資訊咧，俾大家去認識去了解。希望喺呢個課程有機會見到你，有機會咧一齊去經歷咧喺創業咧嗰份嘅美好嗰份嘅不一樣，同埋嗰份嘅個人嘅成長。OK， 我記住 like subscribe channel，咁有機會同我分享。拜拜。